Hello，大家好，歡迎又翻到嚟50合一嘅頻道啦。今日咧係4月30日，亦即係五一假期前嘅前夕，亦即係咧每個月最重要嘅一日就係出糧日啦。耶！今日咧我就花咗少時間總結咗自己響2025年咧頭4個月以嚟使咗幾多錢。因為咧今日已經係過咗2025年嘅1/3啦，我都想做翻一個小總結，想表達下究竟一個響澳門出世而家住響橫琴人啊，究竟佢而家嘅消費情況係點樣嘅咧？佢有冇使突咗錢嘅咧？定係其實有錢剩嘅咧？咁啊事不宜遲啦，我就即刻同大家公佈一下啦。咁頭先都講啦，咁我自己係一個澳門人，但係我就住喺橫琴。而響過去呢幾個月以嚟咧，我都去過香港幾次睇演唱會啦。如果大家有睇我嘅片，都會知道啦。以及去過一次越南啦。所以咧，其實我就會用唔同嘅地方咧去記載翻我呢4個月以嚟咧每笪地方使過幾多錢嘅。首先咧，最容易揾得到資料嘅地方咧，就必定係橫琴嘅，因為咧每一個內地嘅人咧，只要佢打開翻支付寶或者微信咧，就可以好容易能夠睇得到佢每一年咧以及每一個月咧係使過幾多錢嘅。咁而我今年暫時響支付寶同埋微信使過幾多錢咧，我而家都會擺翻喺呢個熒幕上面啦，應該可能係呢度啦咁樣。咁咧我睇過㗎啦，原來咧我向呢一個支付寶咧係使咗7793蚊人民幣，而呢一個微信咧就使咗10129蚊人民幣，所以咧加埋咧就係等於17922蚊，折翻做葡紙啦，咁就即係澳門元啊，即係咧會係等於19630。而呢19630咧，其實已經包括咗好多個項目㗎啦，分別就係而家周圍見到嘅燈油火蠟啦，然之後有管理費啦、停車場嘅管理費啦、入油嘅錢啦、買淘寶啦，全部通通都包晒裡面㗎啦。換句話講咧，如果第時我咩事我匿喺橫琴嘅話咧，其實以19000幾蚊用4個月咧，我只係需要每個月用少於5000蚊咧，我就可以生活喺橫琴噶啦。你咪冇勁先。第二笪地方咧就係我3月尾嘅時候咧飛咗去越南嘅富國島，住咗4晚酒店嘅，機票連4晚酒店咧就係大約4000蚊嘅港紙。咁我自己咧就去到嗰度咧冇碌過卡。咁就係使咗現金嘅啫，就係使咗大約4000蚊港紙，有找有剩少少啦。咁所以咧加起上嚟咧，成個總數咧就係8000蚊嘅港紙，兌翻澳門幣咧就係等於8200蚊左右啦。下一笪地方咧就係香港啦。今年係近年以嚟咧，算係去得香港比較多嘅一次，只不過過咗4個月，已經去咗4次啦，分別有2月頭香港參加麻雀大賽啦，住咗2晚酒店啦，因為第2日就同姨媽飲下茶聚下舊咁樣啦。然之後咧，另外嗰3次咧就去睇演唱會，分別睇咗呢一個黃婉之啦，睇咗Stephy 啦，以及呢個盧巧音嘅。咁咧上個禮拜盧巧音咧，我就都係留咗1晚嘅，因為第2朝咧就去咗葵港嘅。咁所以咧3次嘅演唱會，再加3晚嘅酒店咧，加埋少少呢個消費咧，3次加埋咧，大約咧就用咗咧9000蚊度嘅港紙啦。換句話講咧，即係折合翻澳門元咧，就9300蚊左右嘅。頭先一口氣介紹咗3笪地方，而家簡單 recap 一下。有橫琴4個月以嚟使咗19630，響越南富國島使咗8240，響香港使咗9300蚊左右，3樣加埋大約3600蚊，其實佔比唔算太多嘅。真正我使得最多錢嘅地方咧，依然係我出生地澳門。而家等我將啲細項逐一同大家分享。響成個澳門消費嘅呢幾個月咧，其實我最開心嘅消費咧，就莫過於我而家咧眼前見嘅呢一部 Galaxy S25 Ultra 電話。我係3年以嚟咧第一次換電話嘅，但係呢12000蚊咧真係物超所值。自從我買咗呢部電話之後咧，我就開咗個 YouTube channel 啦，2個月就做咗15條片啦，拍又係用呢部機，剪又係用呢部機。
upload 都係用呢部機。哇！如果我冇咗呢部機嘅話咧，所有嘅事情咧都唔會今年發生到嘅。所以咧，我自己最 proud of 我今年嘅買嘅一樣嘢咧，就係呢部電話啦，勁！下一個項目使錢超過1萬蚊嘅呢，就係保持社交禮儀，約我嘅朋友出街食飯。我 check 翻我嘅電話呢，1月到4月我總共約咗朋友出街食飯18次。有啲呢係因為朋友生日啦，我全數要俾錢；有啲呢就係好耐冇見，大家就 AA 制咁樣。咁所以我計翻呢，平均每一餐飯係600-700蚊嘅呢，總共呢就使咗大約11000蚊嘅。跟住有幾項咧，都係一啲雜項嚟嘅，即係例如每個月可能會喺澳門使幾千蚊，例如自己食飯啊，又或者去超市入貨啊，又或者有啲必須要做嘅，即係例如交行車稅啊，咁呢啲咧大約每個月使4000蚊到，4個月加埋就16000蚊左右啦。而我自己本身咧就冇喺橫琴裝呢一個寬頻嘅，因為咧國內嘅寬頻 plan 咧睇唔到 Facebook 啊，上唔到 YouTube 啊，咁所以我都係靠2部電話嘅數據咧去幫助我喺屋企上網嘅，咁所以4個月加埋咧都要2800蚊左右嘅。而我自己都會有一啲慈善捐款啦，咁所以4個月加埋都會有成1000-2000蚊嘅數喺度嘅，所以加埋呢3樣嘢咧，都佔咗大約2萬蚊左右嘅。咁而最後一項咧，令我使最多錢、拉高晒成個 curve 嘅項目，當然就係還呢個樓宇貸款啦。我相信呢樣嘢都係10個市民有6-7個都係面對緊共同嘅情況嘅。我每個月咧就要還17,000蚊。所以4個月加埋咧就有68000蚊左右，令到我成個澳門嘅消費咧有111200蚊嘅。再加埋頭先3笪地方嗰36000蚊，成個2025年頭4個月咧，我一共係使咗148370蚊嘅。所以除翻開4咧，我每個月大約係使37092蚊。咁跟住你又會話37000蚊都幾多喎？你係咪5月至8月都係使咁多錢㗎咁樣？咦，咁我就想咧帶出以下2個重點啦。係咩呢？其實咧，我呢14萬幾蚊嚟講咧，有25000蚊以上咧，其實下4個月咧係唔需要使嘅。點解呢？一，我部電話淨係買一次嘅啫嘛。我考未來嗰4個月唔會再買多部電話，所以咧有12000蚊咧係唔會使嘅。第二，我亦都冇旅行嘅計劃，咁所以咧，又唔會重複使到越南嗰8000幾蚊。然之後，如果我再慳啲嘅，唔係餐餐飯都約朋友喺澳門食，可能改其中一半約去橫琴食，即刻慳一半錢，又慳多5-6千蚊。所以咧，如果咧我3樣嘢都成功喺5月到8月實行到嘅話咧，我就會由4個月使148000咧跌到去4個月只不過使122,000。換句話講，5月到8月我平均每個月咧係只需要使30657蚊，其中有17,000蚊係供樓嘅喎。所以其實咧我都真係好慳㗎，我都要俾個讚自己 ，very good。同埋咧。第二個重點係咩啊？第二個重點就係咧，我1月到4月咧揾嘅正財同埋偏財咧，其實係多過148370咯。我仲有錢剩，所以咧一個49歲嘅人生活響橫琴，原來係可以生活得同澳門一樣咁開心，同埋仲有錢剩嘅。你話係咪可以值得俾大家考慮一下，如何計劃你40歲以後嘅人生呢？同大家分享咗咁多消費嘅項目，我嘅總結呢，其實都係想同大家分享翻呢幾年揾錢呢，真係好唔容易。我自己就揾少咗錢啦，但係藉住嚟橫琴生活，坦白講，我嘅生活質素從來都冇降低過。我諗好耐都唔會感覺到有長期良美啊。又或者同大家會講我腎窮啊咁樣，因為我幾年之前已經揾到自己嘅方法啦嘛。我都好感恩一路走來呢，自己都係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嘅事。希望大家都揾到自己嘅路，一路行落去。如果你想我請食飯嘅話呢，就過嚟橫琴揾我啦。下次見，拜拜。